將臨期第3週星期一，戶籍紀24章2到7節，15到17節，馬竇福音21章23到27節。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2025年12月15日，耶穌基督。巴郎是全心消滅以色列人的摩押布王巴拉克僱用來詛咒以色列人的神使者，但奇妙的是，每次巴郎要開口的時候，他的詛咒語都變成了祝福話。天主扭轉了他的舌頭，巴郎甚至在沉迷中發表了神：我看見他，卻不是現在；我望見他，卻不是在附近。有一顆星將從雅各出現，有一支權杖將從以色列興起。星和權杖都是近東民族國王的象徵。巴郎壞話說不出來，卻甚至預言了雅各的後約，治理許多人民的默西亞君王的出現。為基督徒來說，這治理許多人民的，就是達味的後裔耶穌基督。其實要不是天主的保護，小小的以色列民族老早就被四周的如狼似虎的強國吞滅掉了。即便他們歷史中曾輝煌了一陣子的達味、所羅門王朝，也不過輝煌了一陣子而已。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也被巴比倫人完全的摧毀。按照世俗人的觀點，默西亞君王絕對不會從這個可憐的民族中產生。基督的教會，這個新的天主子民、新的以色列選民，能夠在內憂外患之中生存了2000年，也真的不是人可以想象的。只能說天主的行為方式異於常人。從10來個無知無識的打漁夫開始，教會這個小小的芥菜子生長成一棵大樹，還要繼續在世界各地成長，直到耶穌第二次來臨時，基督的王國原地建立。從今天的讀經一類，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口中出來的話是很重要的。我們要說真理的話，否則天主會懲罰，有如懲罰了巴拉克王一樣。在今天的福音讀經裡，經師和法利賽人明知約翰和耶穌是來自天主的人，他們應該有看過舊約的先知和今天的巴郎神，卻保持緘默。他們的我們不知道是睜住眼睛說瞎話。說真話，特別在影響深遠的重要議題上，不緘默是需要勇氣的。祈願我們特別是領導人要勇敢為真理出聲。小德蘭福傳之友要自勉，勇敢地為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穌基督出聲作證。